来关心北韩官方媒体有报讲，最高人民议会即马已经决定讲要废除负责南北韩对话的政府机构。因为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伊伫演说的时嘛讲，要透过修改宪法，甲南韩来做上界主要的特征。 대한민국을 철두철미 제1의 적대국으로 불변의 주적으로 확고히 간주하도록 교육 교양 사업을 강화한다는 것을 해당.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领导人金正恩15出席最高人民会议演说的内容。金正恩在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届会议当中，谴责南韩甲美国互区协变较紧张，强调南韩已经无可能走向和解甲和平统一，提议透过修宪，甲南韩来做是头一个敌国。 也有永远主要敌人。金正恩嘛呼吁删除宪法条文内底对北韩政权的形容词，包括北韩区协、甲和平统一等等的字，而且莫阁使用会互人民误会描述的用字，包括两韩人民是同胞，朝鲜半岛有8,000万的人民等等。这场会议嘛决定会正式废除主要负责促进南北韩对话甲合作的政府机构，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国家经济合作局，也有金刚山国际观光局。 彻底要甲南韩残无到水无流的意图是真明显。金正恩之前在2023年年尾的会议，就甲南北韩定调做永远无法度统一敌对的关系，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能会爆发战争。2024年一开始，就持续对南韩发射炮弹甲弹道飞弹，朝鲜半岛嘛搁一届陷入随时可能开战紧张的气氛。面对北韩起诉的举动，南韩总统尹锡悦16嘛大力反击。 이는 북한 정권 스스로가 반민족적이고 반역사적 집단이라는 사실을 자인한 것입니다. 북한이 도발해온다면 우리는 이를 몇 배로 응징할 것입니다. 尹锡悦强调讲，北韩的人民是家己的同胞，同款有自由人权甲欢迎的权利。南韩政府嘛确保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会准备好势面对可能的冲突。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